大家好啊，又係香港人聯盟嘅鬼鬼。今日咧想同大家講講審查員。審查員咧係逗趣醫院入邊可以幫到大家咧贏取額外鑽石嘅一個小副本嚟嘅。咁要增加到呢個審查員副本咧，咁就要先到醫院入邊嘅商店，再揀選特殊來賓，最後再用150石將佢買翻嚟。審查員每日8點後就會不定時出現一次。咁當你嘅成績得到9分或者以上呢，就會有1石同埋1個襟章作為獎勵。而如果攞到10分，就更加會有2石同埋2個襟章。所以如果你係一位長期玩家，長期嚟講呢，150石絕對係值得投資㗎。但大家又會問鬼鬼，要達成10分實在太難，好似唔多划算喎。鬼鬼就會同你講，困難一定有，但絕對唔係冇方法去穩定攞到高分。只要了解審查員嘅標準，每日多攞1石甚至2石，絕對係冇難度㗎。首先我哋嚟了解審查員點樣比分嘅先。佢個比分標準呢，根據官方嘅說法，評分呢就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就係周期性評分，當中包括你嘅垃圾數量、綠化指數、便便數目、溫度指數、行框病人嘅數目，其中每個類型都有佢嘅減分同埋加分標準㗎。實際分數幾多冇人知，但審查員就會透過比剔去評定某一個類型得到嘅分數係正數定係負數。即係如果溫度指數審查員認為係滿意嘅，佢就會俾個剔你；相反，佢就會係負數，俾個交叉你。第二部分就係觸發性檢測，即係喺審查你嘅醫院期間，病人、員工觸發嘅一啲扣分部分。當中扣分因素包括喺審查嘅期間，你嘅所有員工係咪停喺房入邊？又有冇病人喺審查期間因為死亡或者係醫術不足而離開你嘅醫院？審查期間又有冇員工要求加薪或者辭職，亦都會引發扣分㗎。而根據鬼鬼收集嘅數據，審查員一般就會喺醫院開門嘅情況之下出現，而開門之後一般喺1個小時之內佢就會出現㗎啦，即係喺1分鐘至到60分鐘之內不定時出現。所以鬼鬼嘅做法就會係每日8點後開門接收病人，而病人嘅流量呢，我就會調校到80%，咁正常接病人入嚟醫啦。當審查員出現就即刻關閉你嘅醫院，將休息調至10，避免審查期間員工需要休息而離開房間㗎。當所有數值設定好之後，你就要返去你嘅醫院，留意究竟有冇空房。如果你發現有空房嘅，就盡快揾返嗰位員工返嚟，放返入房間裏邊，等候審查員嚟評級啦。鬼鬼用以上嘅方法，基本上每一日都可以攞到1石，而2石呢，就過半數機會都可以攞到嘅。好啦，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記得訂閱本頻道，免得錯過任何有用嘅資訊啦。如果係覺得鬼鬼幫到大家嘅，咁高抬貴手，俾返個 like。支持下鬼鬼啦！今日就係咁多，拜拜。